大家好，歡迎嚟到香港新聞連線。今日係2025年10月17日，星期五。我哋一齊嚟睇下今條片嘅第一則新聞先。美全力施壓印歐日停買俄油斷俄戰爭資源，中共竟指經濟脅迫。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週三表示，華盛頓希望日本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產品。呢番言論喺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印度將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之後發布。特朗普同時表示，佢將試圖說服中國採取相同行動，但中國外交部隨即譴責美方做法屬於經濟脅迫，批評其破壞國際貿易規則。與此同時，歐盟計劃喺2027年底前全面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顯示全球能源市場嘅地緣政治角力正持續升溫。貝森特喺社交平台 X 發文指，佢同來訪嘅日本財務大臣加藤勝信 Katsunobu Kato 喺華盛頓會面嘅時候，已清楚表達美國希望日本停止進口俄羅斯能源嘅立場。加藤勝信就回應謹慎，只話唔方便評論其他部長嘅發言，並強調日本會同七國集團 G7 合作，推動實現烏克蘭嘅公正和平。日本係能源高度依賴進口嘅國家，2023年從俄羅斯進口液化天然氣 LNG 總額達5820億日元，約33億歐元，比2021年上升56%。俄羅斯現時佔日本 LNG 進口量嘅8.9%，係日本第三大供應國，僅次於澳洲42.6%同馬來西亞15%。另一方面呢，特朗普最近表示，印度總理莫迪已答應承停止購買俄羅斯石油。不過，印度外交部週四回應稱，印度嘅能源政策以保障消費者喺動盪能源市場中嘅利益為首要目標，未有確認亦無否認特朗普嘅講法。印度重申，所有進口決策都會圍繞呢個原則作出，反映出印度喺美俄之間試圖維持微妙平衡。特朗普又話，佢會試圖說服中國停止購買俄羅斯能源。不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即回應，強調中國購買俄羅斯石油完全合法合理，並指責美國行為係單邊恐嚇同經濟脅迫，嚴重破壞國際經貿規則，威脅全球產業鏈同供應鏈穩定。作為全球最大能源進口國之一，中國嘅立場反映出對美方施壓嘅強烈反彈。喺歐洲方面，歐盟委員會提議到2027年底全面終止俄羅斯能源進口，並計劃喺2026年起停止進口俄羅斯液化天然氣。不過，最新數據顯示，歐洲對俄能源嘅依賴仍然存在。以比利時為例，過去3個月從俄羅斯進口 LNG 嘅數量增加超過113%，主因係俄羅斯天然氣價格較低。比利時國家銀行指出，歐洲整體天然氣需求仍高，而部分長期供應合同尚未到期。比利時嘅扎布呂克港 Zeebrugge 作為全球 LNG 貿易樞紐，大量俄羅斯能源經此地轉口至其他歐洲國家，凸顯歐洲喺能源轉型上嘅困難。雖然西方國家不斷尋求減少對俄羅斯能源依賴，但俄能源價格低廉，加上長期合同限制，令多個國家難以即時切斷與俄方嘅貿易關係。日本、印度同歐盟嘅能源政策都反映出喺能源安全、地緣政治同經濟利益之間嘅艱難取捨。美國嘅施壓策略可能令全球能源市場更緊張，甚至對國際貿易規則構成挑戰。隨住俄烏戰爭持續，能源問題已成為全球政治核心。美國試圖透過經濟壓力重塑全球能源供應格局，但呢種手段可能引起盟友同對手嘅不同反應。未來
各國點樣喺能源自主與國際合作之間揾到平衡，將成為國際關注焦點。咁跟住呢，我哋再嚟睇下下一條新聞嘅標題：中國勸歐盟唔好聽美國話，王毅促歐洲自主加強合作。喺貿易摩擦同地緣政治分歧令中歐關係變得緊張之際，中國正積極向歐盟各成員國示好，強調合作唔係對抗，並呼籲歐盟堅持真正嘅戰略自主，促進雙方更緊密聯繫。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最近同多名嘅歐洲領導人會面，再次重申呢個立場。早前呢，王毅喺杭州會見法國總統外交顧問博納 Emmanuel Bon 時表示，中國同歐洲之間冇根本性嘅地緣政治衝突或者核心利益對立，雙方應該係合作夥伴，而唔係競爭對手。佢話中方希望法方能夠鼓勵歐盟維護真正嘅戰略自主，用客觀理性嘅態度去睇中國嘅發展同政策。王毅又指出，中國始終支持歐盟喺國際事務上發揮更大作用，願意一齊應對全球性挑戰。會晤正值中歐因貿易爭端陷入僵局。近年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太陽能板同高科技產品徵收關稅，北京強烈反對，認為呢啲措施唔止損害雙邊貿易，仲破壞全球供應鏈穩定。另一方面，歐盟部分成員國對中國喺歐洲嘅投資及影響力存疑，特別係關鍵基建同技術領域。王毅強調，中國嘅發展係和平、開放、進步嘅機遇，唔係威脅。佢呼籲歐盟以更開放嘅態度睇中國嘅經濟成就，並喺氣候變化、全球健康、安全等議題上深化合作。佢話中方願意同歐盟探索新合作領域，例如綠色能源、數位經濟同人工智能，以實現互利共贏。法國作為歐盟核心成員之一，喺中歐關係中地位重要。總統馬克龍多次提倡歐盟要實現戰略自主，減少對美國依賴，喺國際舞台上有更大發言權。王毅嘅講話顯然與呢個理念呼應，希望法國能推動歐盟採取更友華政策。除咗法國，中國近排亦積極拉近同其他歐盟國家嘅距離，例如中國領導人最近同德國總理朔爾茨會談，討論如何減少誤解，推動合作。呢啲外交行動反映出北京希望透過高層互動，緩解同歐盟嘅緊張關係，為未來合作鋪路。但係中歐之間仍存在唔少挑戰。歐盟持續關注中國嘅人權議題、台海局勢同中俄關係，特別喺俄烏戰爭背景下，歐盟質疑中國嘅中立立場。對此，王毅強調，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無意干預歐洲內部事務或破壞歐盟團結。分析人士指出，中國今次釋出嘅信息，意在為中歐關係注入穩定因素。隨住全球地緣政治格局不斷變化，北京希望建立更具建設性嘅夥伴關係，一齊應對外部壓力。不過，歐盟內部對華立場多元，一啲東歐國家對中國投資態度謹慎，而西歐則傾向喺經濟合作與風險管理之間揾平衡。喺呢個複雜環境下，中歐關係走向取決於雙方能否喺分歧中揾到共同點。中國展現出重視歐盟市場同技術嘅態度，而歐盟則要喺戰略自主與國際合作之間拿捏。好嘅，呢條片嘅新聞播報完畢，中意嘅話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讚好呢條片同埋留言俾意見。我哋下次再見。好啦，有嘢益男人喎，型男喎，一路都係女人嘅，哇！你哋需要啦。有兩種嘢，首先呢個
Dewonide 咧係專係貨型男嘅嘢嚟嘅，一個就係防曬，一個咧就係夜間修復，白天防護，夜間修復，係純素嘅，係純素學會認證，歐盟 CPNB 認證， PEDA 認可，防曬高 SPF 50 PA++++ 4個 plus 啊，50度啊，呢個無負擔嘅蘆薈配方，防紫外光，滋潤皮膚，喺陽光下邊唔使驚。第二，深層修復液100 ml 係夜間修復嘅首選，以螺旋藻為基底，富含礦物質，配搭積雪草萃取物，休息嗰陣時咧就等佢保濕恢復光澤。10月1號到31號限時型男價，兩樣嘢夾埋，本來每樣嘢都160幾蚊、190幾蚊，258蚊兩支，呢個就係。